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到停通的时间，我是自己带大家来运动，让大家有健康的明天的见面。今日大家来训练你的核心肌群、腰臀、大腿嘅肌力训练，跟拉筋。鼓励大家要有喜乐嘅心来运动，能讲适度咯，就要同多咯，能可以一同一后生，大家来运动哦。运动之前，你要来做热身的动作。今日教大家行嘅明下来，用弹力带来做你的腰臀跟大腿的伸展。你明下来之后，你先将你的右脚伸起来，跟弹力带套到脚上。你行下你的踢的动作，你主要行嘅把呢，膝头后背嘅肌群，一直到腰压上，腰腹骨压上拢放喺度。你行下你踢嘅角度，你可以试压上停下来，大口嘅呼吸。好，你慢慢的右脚向右边倒下去，左脚伸出。感觉你的大腿有帮到紧，好，你的脚再慢慢的转到左边，一下我会感受到腰臀压上跟大腿的外侧有帮到紧的感觉。好，你再慢慢的转过来。能弯脚，相同你行嘅踢嘅角度，帮你膝头后背嘅一条筋，跟腰臀嘅部分。你左腳慢慢的放下來，右腳伸出。再慢慢的转到右边，平常係有腰骨酸痛嘅人，就會適合嚟做你嘅暖身動作哦。你係安尼靜靜嘅暖身動作，大家學起來冇？接下來會教大家行嘅腰骨嘅表順跟核心肌群嘅訓練，能聽聽就慢慢的明下來。你明下來之後，你的右腳慢慢的轉起來，一慢一好哦，轉到另外一邊。停一下，感覺講呢腰臀壓上有幫到緊的感覺，你再慢慢的轉過來，一慢一好，好，你穩左腳。你的動作專門適合腰骨酸痛嘅人，可以來放鬆，你的腰骨。你再慢慢來轉過來。右腳再來一刀哦。慢慢地轉起來，一擺可以比一擺較幫到一些。
所以转的角度可以较大一些。再慢慢的转过来。再弯左脚。慢慢的转过来。好，伸出来。安尼两只膝头仰放起来。安尼第二条要做动作，系训练安尼的核心肌群。安尼第二条虽然讲按标准的动作行喺放起来的时间，慢慢的压到膝头，但是唔系命冇到膝头，唔怕，唔就放嚟命到大腿嘛做得。做一道算一道，所以讲有啲位一开始做嘅人也会建议人就命大腿命5下就好嘅，放嚟1下、2下、3下、4下、5下。假使讲本身有些运动嘅人，也会建议讲，命膝头可以命到5下，安尼1下慢慢的用下去，2下、3下、4下、5下。安尼慢慢来做，其实对安尼的核心肌群的训练系真蛮拉拔的哟。安尼接下来要做动作也系命的脚跟，安尼放起来之后，两只手去命，右手命右边呢，左手命左边呢，安尼就做命10下。假使讲唔系放来冇办法命到脚跟，安尼命大腿、小腿嘛做得。重点就是唔会有时把放起来安尼。假使讲人本身有运动的人，你就可以放得多一些些，这个命脚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安尼休息一下，脚再慢慢的放下来。好，安尼就可以再放松一下哦，右脚安尼慢慢的转起来。安尼可以搭配放松跟肌力训练，再慢慢的转下去，左脚再慢慢的放起来，再慢慢的转下去。好，稳左脚，慢慢的转过去，再来一摆哟。再慢慢来转下去，好，脚放起来，安尼第二条就命膝头命5摆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接下来安尼来命安尼的脚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脚伸出来，安尼休息一下。好，安尼放轻松来，安尼再慢慢的撑起来。
运动之后，俺们来做缓和运动。俺们经常会教大家行个肩膀的表述，请大家来向下做。俺们右手伸出来，手心向上，耳朵最高，转后背，慢慢的表下来。再来一摆哦，耳朵最高，转后背，慢慢的表下来。ที่上钳，俺们可以慢慢来转，越慢越好。好，做数，手心向上，耳朵最高，转后背，慢慢的下来。第二钳，转后背。ที่上钳，俺哋接下來要帶大家來做一項係用按摩球來表現俺哋腳嘅肌肉，俺哋坐下來，坐下來之後，俺哋跟你哋球嘅表現我們的阿基里斯腱當中。俺哋腳加上去講述講，俺哋腳扛嘅是俺哋球嘅當中。好，俺哋接下來再加以表嘅，俺哋嘅腳難度就是小腿肚嘅後背，你行嘅天意嘅位嘅，平常俺哋喺扛嚟嘅位，侬會剛剛站滿酸痛哦。好，俺哋再揾另外一片。做腳嘅阿基里斯腱，再揾到腳難度壓傷。俺哋喺扛你哋球嘅時節，慢慢地扛，就有是把順通表現嘅感覺。好，頭教嘅運動，大家有學起來冇？第一天要停線上嚟做新嘅動作，接下來要教大家行嘅你哋背部肌群嘅伸展。還有俺哋呢核心肌群的訓練，所以俺哋慢慢地撲下來。俺哋呢豎桿腳呈90度，呈90度。我們吸氣的時候，俺哋呢都是沉下來，頭拿輕鬆來。吐氣的時間。俺哋慢慢地把弄捲起來，頭拿輕下來。好，吸氣，慢慢地降速，你脊椎一節一節有在伸展的感覺。吐氣，把弄捲起來。吸氣，吐氣，安尼一擺可以比一擺多放一些些咯，唔只講去講數，硬肌肉、硬脊椎有放較可以一些些。好，不用數，安尼第二條吸氣的時間，安尼呢頭拿向右偏傾，向左偏傾。
慢慢的把咱的背部的肌肉跟脊椎吸气，看右片，慢慢的告诉讲，你背部的肌肉有放倒的感觉。吐气回来，吸气看左片。这个动作慢慢的专注好哦。用强松回来，安尼再一道，吸气，吐气，看右片。吸气回来，吐气，看左片。好，不用强松。安尼一下要做一行的平板撑。有啲人迄假使讲撑起来的时间，我会建议好一只脚撑稳体内，另外一只脚伸出。安尼两只手撑起来的时间，我们吸气、吐气，右脚往后滑，安尼就可以撑起来。吸气、吐气，安尼就可以撑起来。好，迄假使讲你可以是让做的人。就3秒也好，5秒也好，就停一下上。好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不用强缩，安尼就可以慢慢趴下来休息。趴下来休息一下，安尼可以撑起来，再做头部的伸展的动作。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降起来。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看右片。吐气，看左片。好，回来，安尼跟身体撑起来，安尼一摆，上总撑5秒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不用强缩，慢慢的起跳，开下来，安尼再做一组伸展。吸气。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看右片。吸气回来，吐气看左边。好，慢慢的转回来，安尼再来做一组平板撑，手慢慢的放下来。好，安尼撑起来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慢慢的变轻松。安尼做呢个平板撑，最重要的就是让背囊会平的，唔做唔得。撑起来时间，安尼弓起来，也是扑下来，弄做唔得，就是会平的安尼。所以鼓励大家，喺做呢个动作的时间，安尼就可以慢慢的训练安尼背部的肌肉。好，安尼慢慢的撑起来。运动之后，安尼来做缓和运动。安尼今天会教大家行个肩膀的并缩，请大家来向下做。安尼右手伸出来，手心向上，压到最高，转后摆，
慢慢的放下來，再來一擺哦，壓到最高，轉後擺，慢慢的放下來，提上鉗，你可以慢慢的轉，越慢越好。好，做數，手心向上，壓到最高，轉後擺，慢慢的下來，第二鉗，轉後擺，第三鉗，接下來要帶大家來做一項用按摩球來放鬆的腳的肌肉，坐下來，坐下來之後，跟你的球的放喺我們的阿基里斯腱當中，腳加上去，講述過，腳扛的是球的當中。好，接下來再加以放的，腳囊度，就是小腿肚的後背，你行的天意的位嘅，平常一扛嚟的位，侬會剛剛站滿酸痛哦。好，再換另外一片。做腳嘅阿基里斯腱，再換咯，腳囊度壓傷。一扛你的球的時間，慢慢的扛，手有是把酸痛放鬆的感覺。今天的課程大家有學習了冇？鼓勵大家每日不管行的10分鐘，也係20分鐘，攞來運動，常講，寧願是瑜伽墊當個運動來流汗，唔是一樣行的平常當個流沫子，要有喜樂的心來運動，停通，下次見。